一次雖敗猶榮嘅經歷。你有冇試過？雖然付出咗好多努力，最後但係都失敗呢？嗱，選材參考，考試失利啊，面試落選啊，總之呢，你寫咩事情都好，重點就係你要結果要失敗嘅。我哋一定要用呢啲描寫手法，文章先會高分嘅。心理描寫，心想後面呢係唔使寫開引號，誇張呢，呢個修辭手法又係好容易用嘅，係倒敘開頭法啦，倒物回憶啦，或者情景回憶，最後一段呢，必須扣題式結尾。背景呢，第一二段都係寫得比較短啲嘅，三四五段先至係詳細咁樣寫。雖敗猶榮係扣題嘅，我心想用咗呢個心理描寫咯。最後一段感受教訓啦。經過今次嘅比賽，我明白咗比賽真正嘅意義啊，係要盡心竭力吓，再一次扣題。希望下次咧可以攞到更加好嘅成績啦。